放生有人問放生有咩技巧達到最高嘅效率？一般人咧就唔識轉移嗰條數嘅，因為你本身冇嗰個方法啦，又冇嗰個功德嘅力啦。譬如我哋放生咧，就話今日俾我放生嘅動物咧，佢仲有尾嘅喎。我一陣有聲波加持翻佢，祝福翻佢咧，第世唔做呢啲魚啊，俾人食嘅喎。有呢個效率嘅，但你做唔到嘅，你要練功先做到嘅。一般人都未有呢個咁嘅境界。即係我哋放咧，除咗救咗佢生命之外，係令到佢個生命將來完結咗咧，唔使再做動物俾人食。呢個咧就係最高嘅境界。如果你再厲害啲咧，就話呢條魚你一放完之後咧，喺3個鐘頭之內死咗，咁啊有人有功夫知道呢條魚喺3鐘頭就死咗咧，即刻咧就超升埋佢成就離開3界，呢個最叻啦。但呢種咁嘅人咧，我相信而家世間冇啦，直情係左右咗世間其他生命嗰個生命之流嘅束縛㗎。即係話除咗自己擺脫過輪迴束縛，佢仲有能力咧去幫其他生命擺脫束縛。呢個係深奧嘅。